係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Miss Crystal，歡迎嚟到今日嘅音樂小教室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學鋼琴嘅話呢條片就幫到你啦。點解我咁講呢？因為我今日將會教到拍子啦，首先同埋教 two back key、three back key、琴鍵啦，同埋點樣認個 C 音啦、D 音啦、E 音啦、F 音同 G 音嘅。咁到最後完成咗之後就會彈到一首 Mary Had a Little Lamb 噶啦。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開始啦。咁首先個琴鍵係有88個琴鍵嘅，而two back key、three back key 就咁樣嘅。呢個就 two back key， 呢個 three back key、two back key、three back key， 你會聽到個聲音比較低沉少少嘅，所以呢個通常都係用左手彈，亦都係啲音符都係寫喺低音譜號嗰邊嘅。好啦，而呢度就係 two back key 啦，three back key、two back key、three back key、two back key、three back key。好，咁呢個聲你會聽到係高音啲嘅，所以呢個係用高音譜號，即係右手去彈嘅。咁啲音當然係寫喺高音譜號嗰度啦。咁而我哋就要教個 C 音、D 音、E 音、F 音同 G 音啦。而家好，咁首先我哋就揾咗個 C 音先。C 喺邊度嘅呢？咁以呢度中央嘅為例啦，中央 C 喺邊度呢？中央 C 就喺呢個 two back key 嘅左手邊第一粒音嘅 white key， 即係白色鍵，呢個就係 C 啦。好，咁其實個琴鍵都有好多個 C 嘅。頭先我都講到係有低音啦，有高音啦，同埋有中音嘅。咁低音 C 同樣嘅道理，都係 two back key 呢個左手邊嘅第一個音白色鍵就係 C 啦。除咗低音啦，仲有低音啦 ，two back key 左手邊第一個白色鍵 C， 然之後高音 two back key， 然之後左手第一粒音 bright key 白色鍵，呢個就係 C 啦。高音 two back key， 然之後第一個音白色鍵左手就係 C 啦。好，我哋認識咗個 C 音啦，咁我哋認識埋個 D 音、E 音、F 音同 G 音咯。好啦， C 音就喺呢度啦。咁究竟 D 音喺邊度嘅呢？ D 音就喺 C 嘅隔離，亦即是右手邊啦。右手邊就係呢邊啦，就係 C 上一格就係 D。咁 E 喺邊度呢？ E 就係 D 上一格就係 E。咁 E 上一格當然係 F 啦，而 G 就係 F 上一格右手邊係 G 啦。咁所以呢個C、D、E、F、G 就係咁樣嘅形成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今日要教嘅歌就係 Mary Had a Little Lamb 啦。但係未教之前我都要先教下拍子先嘅。咁如果拍子我用 C 為例咁我就會今日分別教一拍啦、兩拍、三拍同四拍嘅。如果以 C 為例咁一拍就係一，有 C 兩拍就係
1、2。如果 C 咧3拍咧就1、2、3。如果 C 咧4拍就係1、2、3、4。好啦，最後咧，相信大家都最期待點樣彈 Mary Had a Little Lamb 噶啦。咁頭先我解釋個鍵盤啦，咁咧而家我都會一路唱一路彈嘅 Mary Had a Little Lamb。好啦，咁事不宜遲啦，大家就跟我一齊唱啦。E D C D E E E D D D 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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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 C D E E E C D D E D C。好啦，第一次咧我就唱咗啦，然之後我都會彈第二次，而今次咧就特別啲，我係淨係數拍子嘅啫，但係我咧都係會同樣彈翻同一首歌嘅，咁大家咧可以留心我嘅示範啦。1、2、3、4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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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3、4。好啦，咁咧今堂咧我哋就學識咗 C、D、E、F、G 鍵盤啦，同埋 two bar key、three bar key 啦，同埋咧高音譜號、低音譜號嘅位置啦，高音、低音、高音、低音同中音嘅位置啦。咁咧仲要學識咗個拍子啦，1、2、3、4拍啦，係啦，同埋唱咗個音嘅。好，如果咧你覺得呢條影片可以幫到你，令你更明白嘅咧，咁咧你可以嚟青玉琴行嗰度報名。我係叫 Miss Crystal， 你想知道更多更進一步嘅知識咧，我都會可以幫到你嘅。好，今日嘅影片就完咗啦，希望呢條影片可以幫到你。多謝收看。